好難講㗎，有啲後尾衝刺㗎。你估幾號啊？你衝多次嗱，1號上緊嚟啊！1號上緊，2號啊，2號快啲！我話5號衝咗上嚟，5號又快，2號追得幾快？睇我哋呢條線，追得好快嘅2號，1號都上啦，1號都上啦，但係佢哋留翻啲力喺後面發力啊！5號已經冇力啦，開始用晒力。都飆咗上呀！隻手臂果然粗啲喎。嗱，嗰條係個支柱嗰度，嗰度係中年部，中年嗰支柱嚟嘅。我頭3格㗎，即係決賽。一線開始。1號、2號。暫時喺度咧，而家帶咗出嚟咧，6線嘅北區，跟住見到4線嘅沙田，較離岸遠嘅巴士團就咬出第3，而家暫時6線領先，北區領先沙田，但係沙田臨到尾追緊上嚟㗎啦，越追越近，4線同6線一齊爭冠軍，好啦，嚟到臨到尾，最終衝線，哇！頂上哇！本身諗住咧就係巴士屯門應該係穩坐季軍㗎啦，點知臨到尾衝線咧，見到最靠近岸一線嘅南區咧，好似就把握個機會咧，由第6一下子跳到上去第3名衝線啊！咁啊，但係見到咧頭2同埋3、4位咧都好接近啊！聲啲嗌好唔好？逐隊介紹，首先1號艇南區。唔好爬咁快住咧！2號艇葵青區，接住落嚟，嚟儲好啦喎！預備3、2、1啊！5號艇大埔區。3號艇西貢區，嚟多次啦！3號艇西貢區，6號艇北區，北區，4號艇沙田區。咦，做乜扶手坐低咗嘅？7號艇觀塘區，咪咯，7號艇觀塘區個扶手，大家應該想見到佢幾面嘅。仲有8號艇屯門區。嗱，既然現場咁墟冚咧，而家越嚟越多嘅朋友咧，亦都聚集咗喺我哋嘅尖沙咀海濱長廊一齊欣賞賽事。咁啊，見到我哋嘅龍舟回航嘅時候，咁我哋嘅龍舟健兒咧都係啦，把握呢個機會啦，同得到出線嘅啫。咁啊，嚟到最後100米咯喎，睇下而家目前究竟邊一隊比較領先？暫時喺度咧，而家帶咗出嚟咧6線嘅北區，跟住見到4線嘅沙田，較離岸遠嘅巴士團就咬出第3，而家暫時6線領先，北區領先沙田，但係沙田臨到尾追緊上嚟㗎啦，越追越近，4線同6線一齊爭冠軍，好啦，嚟到臨到尾，最終衝線，哇！頂上哇！本身諗住咧就係巴士屯門應該係穩坐季軍㗎啦，點知臨到尾衝線咧，見到最靠近岸一線嘅南區咧，好似就把握個機會咧，由第6一下子跳到上去第3名衝線啊！咁啊，但係見到咧頭2同埋3、4位咧都好接近啊！南區第2線
路有葵青區，第3線路有西貢區，第4線路有沙田區，第5線有大埔區，第6線北區，第7線觀塘區，同埋第8線最離開岸最遠嘅屯門區。嗱，每嚟到呢個時間咧就好難估嘅，因為咧有4支嘅隊伍咧就係喺今朝早大概8點零9點咧已經獲得出線嘅資格㗎啦。Dragon Boat races here at the Tsim Sha Tsui East Promenade. Welcome to Hong Kong and welcome to the Sunligh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Dragon Boat races. We are getting set and ready for the Hong Kong 18th District Trophy final race. And the first champion of today's race will be crowned very soon. And let's sit back, stay back, and enjoy the race. 趁着这个时间，欢迎各位旅客、现场的观众朋友，在我们的尖沙咀海滨长廊，跟我们一起欣赏2026香港我们的永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今天是我们的第2天的赛事，也将会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我们将会举行40场的比赛，现在将要进行的是第18场制的18区杯决赛。今天的第一个冠军将會在這場比賽之後誕生，請各位留意。即將會進行嘅18區杯嘅決賽，將會決出喺今日星期日嘅呢一個比賽日裏面，今日嘅第一個冠軍即將會誕生。係到時可以介紹俾大家欣賞嘅，所以大家記得啦，留喺我哋東海濱長廊一齊欣賞我哋嘅2026永明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一陣間將會咧喺我哋第22場嘅，即係再過多4場過後就會上演。移民杯咧唔單止係要鬥快，而且大家已經嚟見到我哋拍咗喺美國港台側邊啊，我哋嘅龍躉船咧就係我哋攞嚟拉啊拖拉我哋參賽嘅龍舟艇去到比賽場地嘅。嘅專用嘅龍躉船嚟㗎，咁見到龍躉船上面插滿晒大家同埋非常之靚，一陣間移民杯咧記住落足眼嚟睇，因為佢哋鬥快，同埋咧係好多我哋喺報艇準備好啦喎，進行集團有限公司北海龍6號艇科大正能量。要大聲佢哋啊！8號艇香港中文大學龍舟隊，再一次歡迎大家嚟到警察龍舟會。真係紀律部隊咧嗌出嚟都齊啲嘅，又夠齊又夠大聲。睇下下一隊係咪咁大聲咯喎 ？Let's hear it! Boat number 3, Sea Godfrey！ 外邊嗌得大聲過隻艇上面嗰啲龍舟電視啊！跟住落嚟，2號艇旅港南海商會薛啟龍。
界國際混合金杯賽嘅複賽。然後咧，我哋接住就會進入到去第18場啊，18區杯嘅決賽。雖然名次未知道，但係佢哋嘅表現咧，值得大家嘅掌聲，亦都俾我哋嘅龍舟一齊嗌下㗎咯喎！香港南海雙倍戰藝龍，咁啊仲有4線嘅海南特尖峰，5線嘅北海龍啊！有可能復賽之後再最後未知道邊個第一咧？我真係唔知。差唔多嘅喎。你估幾多號人？個個差唔多喎。差唔多喎，呢批真係啲實力好犀利啊，實力均等啊，好難講㗎，有啲後尾衝刺㗎。你估幾多號啊？你衝多次就嗱1號上緊嚟啊，1號2號啊，快啲！嗰個5號衝咗上嚟。5號又快，2號追得幾快？睇我哋呢條線，追得好快嘅5號，1號都上啦，1號都上啦，但係佢哋留翻啲力喺後面發力啊。5號已經冇力啦，一開始用晒力。個標咗上呀！隻手臂果然粗啲喎。嗱，嗰條係條柱嗰度，嗰度係終點，中間嗰支柱係終點。我頭3格㗎，即係決賽。一線開始。1號、2號。sorry。即係翻去大家都要放大啦，真係。好似你哋呢班人咧，成日都嚟。等我問下東東。